为了推广交通安全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甲交通局邀请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扮演小警察，让囡仔亲身参与，实际了解交通规则和交通安全的知识，自细汉就开始建立。今天我们小小警察要化身我们交通安全宣导大使来。10月是交通安全月，为什么10月要定交通安全月呢？因为我们10月很多活动、很多假日、很多人潮，人一多起来，交通就比较复杂，容易发生车祸。所以呢，我们定10月是交通安全月，那希望说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。那小朋友，你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啊？如果回去看到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不遵守交通规则怎么办？要给他逼一下，叫他不能够闯越马路，好不好？警察局甲交通局特别精心规划，以交通安全为活动主轴，办理小警察体验营。现场由柏林幼儿园、平民县执行长甲老师，山岭20位白兔班以及绵羊班的小朋友一同参加。在环境甲交通同龄的带领之下，小朋友穿着迷你版的警察制服，戴着安全帽，骑着迷你版的重型机车，在模拟的道路上认识交通号志、标线以及交通规则，认真学习的模样十分的古锥。很多交通安全的知识还是要从小开始建立起，长大了要改变这个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长大了要改变比较困难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，从孩子开始，有时候孩子遵守交通规则，大人就不好意思不遵守了。譬如说阿公阿嬷带孩子出去，结果他要闯红灯的时候，他的孙子把他拉住，不仅是遵守了交通规则，而且还可以有效避免了交通事故的发生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特别喜欢也特别应该要从小扎根，来让孩子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概念，因此举办了这个活动，欢迎大家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。黄伟特呼吁用路人注意，行人在路口等待过马路时，除了遵守号志、行斑马线以外，嘛莫徛在咧交叉路口等，并要保持警觉。同时，应该尽量远离大型车辆，避免进入大型车四线四角，造成意外发生。伊也提醒长辈伫透早或者是暗时出门运动时，应该穿着湿水显白衫，或者是扎着手电啊，让驾驶人容易看到。最后，伊也请所有市民共同协助打造顺畅、安全的用路环境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